县政府环保局第1日外谈来举办着循环杯仔的助救的服务，邀请到13个乡镇市的清洁队来参加，选到游客免费来助救着循环杯仔，各杯饮料会当来拍折，达到粪扫减量的目标。 为了响应政府减塑界政策，南投县政府环保局同齐含立管处、南投县13乡镇市清洁队的单位，作为举办环保循环杯宣导，希望能达到粪扫减量政策。那只要游客来日月潭呢，就可以租借我们免费的循环杯。那在店家消费就可以减15元这样的优惠。在适当前，立管处开始推动古董的观光政策，马上连续4年得到绿色旅游部的认证。今天非常的高兴跟南投县政府环保局大家一起来推动展现中央跟地方合作。日月潭是国际观光景点，好山好水，好真侪游客拿来遮耍，凉的啉落去，杯仔就拢会乌白蛋，所以呼吁民众减少使用，买做好粪扫分类。 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